你们这是招人吗？对，你可以先填表。我看你怎么那么眼熟啊？工作时间谢绝搭讪，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？退货。记录上显示你已经退过很多次货了，而且每次退货之后都会再花钱买回去。这一次也一样。先生，这不妥吧？你总这么来回来去的退货，那岂不是在免费戴这枚戒指？15天之内无条件退换货，我可是按照你们公司规定来的。不好意思，我赶时间。哎，我看你真的特别眼熟啊。先生，我奉劝你一句，如果你一定要搭讪的话，请你不要用这么俗套的台词。和我搭讪的最好方法就是把你的资产证明摆在这儿。说实话，我挺同情你们这些削尖了脑袋、拼命想往上流社会钻的小姑娘。这样吧，有需要找我，我给你打个狠折。天生丽质难自弃。我们的口号就是帮你变得更完美。当整形的价钱都已经和白菜一个价了，刀削脸就像刀削面一样普通，所以不整形反而是一种特色。签字。段一鸣，你这个骗子！我可算找到你了！我改天再退。别跑！大家记住啊，玻璃啊一定要擦得像没有玻璃一样啊！你看这里还没有擦干净，到这儿。经理，经理，干什么呀？要慢慢的来啊，要注意素质，不要这样着急，好吗？微笑，有人把新品展示区给弄坏了。你说啥玩意儿啊？哎呀妈呀，你还能不能干点啥事儿啊？这大老板都来了，快快快快快！怎么回事啊？刚才有人寻仇，丑妻夺命，连环追杀。寻仇？我是谁？经理，我是傻子吗？你骗傻子呢？啊！他们干爹的年轻，没有干爹的实力，就知道发号施令。就是，这明明是恐怖分子把这儿炸了。我讲你们就是我的恐怖分子。你们是干嘛？你们是想弄死我是不是？我告诉你们，一会儿大老板来了，你让我怎么办？我告诉你们，5分钟之内必须把这儿打扫干净，否则别干了。这都干什么呀？这太不像话了！你们这。谁说搞艺术一定要烧钱呢？老板好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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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看了一下报表，最近的业绩呢还是可以的，不过还需要再继续努力，所以我考虑，咱们1年1度的微笑天使大赛可以提前启动，为咱们员工啊打打气儿、鼓鼓气。表示。好好，大家都辛苦了，希望你们每个人要尽职尽责，服务好每一个顾客啊！大家继续努力。表示。经理你好。你好，我能看一下吗？
你在找工作？嗯，准备找呢。你被录取了，明天正式上班。就算你耍无赖、串通保姆，骗我的房租也就算了，但并不代表你可以随便吃我的东西。房东，你不要这么小气好不好？你看你这么多的菜，吃不了多浪费啊！多吃吃不如众吃吃。你说你又不是原始人，你吃那么多生的干嘛呀？看你吃的津津有味的，不知道把多少细菌、有毒的微生物吃进了肚子里，恶心。我倒是建议你多吃点生鱼片，吃生鱼片会对你这种脑残体的人增长智商。你知道你这个喷嚏里有多少细菌吗？啊，至少有600多种。你要是有个什么传染性的疑难杂症，那我这辈子就算交代在你手里了。洁癖，穷讲究，让本姑娘给你科普一下，龟毛是心理变态的一种反应，长此以往，不但会落个孤家寡人，而且会住进精神病院，去见弗洛伊德他老人家。对了，房东，我跟你八卦一下，小小在北京有什么亲密的女性朋友啊？你每天把他勾引的五迷三道、神魂颠倒，他还有机会去找什么其他的女性朋友吗？看来你这么懂得站队，我就跟你分享一下。今天在短短的几个小时以内，本姑娘利用与生俱来的聪明才智，搞定了一份工作。天哪，当时那叫一个惊心动魄！胖妹追着大帅哥，顷刻间蜂拥而至，踩遍了装饰窗里的所有材料。就在此刻，我出现了，把一堆废物变成了富有想象力的艺术品，拯救了他们所有的人。你猜后来怎么着？经理和我相见恨晚，非要留我在那工作。我想，成全别人就是成全我自己，准了。小事。房东，你也不要太担心。书上说，只要你身边有一个像我这样的正常人的话，早有一天你的病会好的。那是最后一瓶。剩下的留给你了，喝点带有童年回忆的东西，平复一下扭曲的心理。有病慢慢治。洗个澡，明天开始职场女性的新生活啦。